回来。哇！今日是公司特别气象，公司只有来喽。只要你有看公司的节目，一定是在用。有的是讲文化，有的是带你上山下海的，啊，因到底是啥人咧？哎，莫讲伤多啊，马上来欢迎因出场。先来欢迎头一组好大啦！欢迎！哇，好耶！所来欢迎这条大路趟台湾。最后一组欢迎马手小棒花。欢迎！哇！哎呦，最气势的！马上来进行今日的比赛。欢迎好大啦！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何美。大家好，我是何美的阿母。哎，好大家好，我是何美的爸爸。哦，爸爸。哇，讲到这公司之友啊，啊，何必你哪伫啊，遮？恭喜我吼进前有恩贵恩贵公司的戏，伊克拉的室友。哦，这是做准备进前的代志对不？嘿哦，读大学的时去阵，搬的。恁看因规家伙也足用心的哎，呢。阮娘有看到吗？对服啦。哎呦，哇，你真用哭心谁都有出来。啊毋过，啊毋过，请阮娘啊，卡叔讲输啊，就好笑嘿就笑亏就瞎了了啊。就是别人阮呀。啊，今日是头一届，甲爸爸妈妈做伙就节目，真正是头一摆，哎呦进前拢是甲爸爸做伙，哦，因为妈妈哦紧张啦。太细啦，啊对是讲阿爸阿母啊，啊何必入来这演艺界啊，恁敢有支持？有啊，有吼，伊家己兴趣啦，嘛是有兴趣。哦，妈妈嘛是想讲吼，嘿互伊的迄梦想吼，妈妈有这个梦想，嘿，想哎要呦成为新妈安尼啦。我定定去迄唱歌比赛拢是妈妈带我去的。哦，妈妈就想要摕迄啥米啊、油啊、奖品，是啦，妈妈是希望你当赢啦。伊嘛想要摕，伊嘛想要摕。这是顺续摕啦。嘛是真正就支持我伫，无管咧是演艺界，还是讲我的感情上。哎呦，哎呦，因为我的男朋友是美国人嘛，嘿，阮做伙到今到7年。七年啊！毋过咧，阮爸爸袂当接受伊是外国人，因为伊的英文嘛无好，伊毋知影要安怎。买来沟通，迄不是英文的问题啦。来问看问爸爸阿爸，啊，敢是因为你的英文无好？起初认为讲异国恋，结果拢无介好。毋过爸爸吼本来反对嘛，毋过伊有一届中秋节要航爸嘛，嘿，伊就敲电话互我讲，你甲男朋友要转来航航爸爸无？嘿哎呦，连把我才知影，伊骑脚踏车去阮厝边隔壁吗？有啊，哦，厝亲戚边隔壁朋友厝边隔壁，有请的邀请邀请因来阮兜航吧，做伙航吧。啊，你的男朋友是做啥物代志，互爸爸妈妈会当愈来愈接受伊？阮男朋友考迪，伊飞来台湾进前，去看阮爸爸妈妈的 Facebook，啊看迄 Instagram 需要啥，啊伊要买礼物飞来台湾。考迪讲吼，即个是唯一伊会使做的。用行动来证明，讲我是真心的，我毋是算算的。爸爸，我甲你讲哦，虽然讲我感觉到今嘛，爸爸还是无法度完全去接受，讲有一天你可能会过去一个足远足远我的所在。想这才是重点。对，也毋过伊到即嘛，伊的心内都是想讲，何必欢喜，伊幸福才是上重要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吧？艰难。专利对啊，支持因为你看，大家问爸爸讲，爸爸你感受到未？伊讲感受到，我也是真唔甘愿，因为我认为是讲我宣传伊，伊得到是我失去啊。是阮做伙去美国。韩国今日真正会当感受到恁规家伙啊满满的爱，啊，遐尼有爱的一家人，因要爱幸福咧，会是啥咧？咱做伙来看。哦，张家豪的兄弟，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吼，我就是要结婚爸爸的。我讲真正的，嫁互恁爸爸。对。阮以前吼，敢若有迄结婚照尔，伊就甲迄相片挂开。我跟妈妈给啊打掉，打掉，打我的。红阿头妈妈，但我的相片呢？哦，
啊，妈妈迄当初感觉生气，还是讲足够醉啊呢？啊是讲我好妹哪会做遮尔迄个冲动的代志？我这想朋友足珍贵的呢，我家条可能就无啊。所以即马就是无啊，我就想要弥补。对，这一定爱。对啊。对，啊，今仔日敢有信心会当过关？稳赢。稳赢的。哎呦，马上来进行口啊拍下哩。两个人合力用呼啦口啊拍加几啊入口啊，45秒以内入去3球就成功过关啦。有2届机会哦。嘿啊，你无简单哦，你无甲因大做伙嘛？嘿，我伫台北。啊，你在台北，啊，你甲房下练习。对对对。啊，爸爸妈妈做伙练习。对。好，咱做伙来看恁练习的过程。谁来那么省？你学生啥啦？无啊，拄则有人送过这啊。你袂晓摇呼啦圈哟？袂晓。袂晓，我就搞的咧。我一个算啥？算这？你想起来？我唔知啊，还够这啊，够这啦。哦，这个公园倒转来，迄个裤仔拍的啦，我报名的啦。裤仔拍下你，嘿啊这啥？这是算啥的？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对啦，就是安尼算啦，紧来练习，紧来，这互你。无你发球。我球拢有问题啊。你快报名！会使无？会使。那会真干的啦。水。那有特技表演嘛？你哪有特技表演检查无？我感觉吼，是因为客厅收细啊，收矮啦，所以阮才无发挥到。对，应该阮出去外口练习。去讲。行，这边够大哦。好。1、2、3。哎。空手套呢？好笑，我袂胜啦，我袂胜啦。你看我的奖品啦！爸爸妈妈，你有练习无哈？开始。为着阮的幸福嘞哦，哎，好好练习知无？我看影片拢爸爸去算赢咧，妈妈有算无？阮来加油啦，为着阮的幸福嘞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创啊！来啊，先来练习啦。你话的啦，伤忝啊啦。你莫啊懒惰好无？你想要摕奖品无？想啊！对啊，咱来练习啦，行啦，练习啦，来啦。好啊，好啊！哦。好，我伫遮等你。耶！啊！终于啦！我已经准备好啊，好得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照阿美安尼练习，可能就要为高雄拍去台南嘛。哇，走来走去。啊，不过爸爸妈妈就认真的啦。对。你练开伫流汗，我练换衫。啊，真好啦，这认真的嘿。啊，是啥物来挑战？我跟爸爸。哎呦，2届机会，拢是阿美甲爸爸。嘿，啊，我练习是练好耍的呢。对啊，是安怎安尼决定？因为妈妈拢专门拍较细粒的，乒乓。我常比赛。好啦，也去阿美比赛。甲爸爸今日就这当靠默契啊，好啊好啊对不？因为无配合过嘛。啊，自细汉到即摆的默契无问题啦。哦，加油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大啦，请就位。口啊拍下你，请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！只有45秒，45秒哦，45秒爱3粒，45秒爱3粒。哎，那你一个人在算啊？爸爸，
哎呀！这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爸爸用巴豆。手断了。哎呦呀！哎，是会头前，会头前那条爸爸，爸爸。进来，爸爸。过来，你小伟，我考来的。七、六、五、实在是无简单。还有一届机会。来，爸爸带。你头拄有足侪届机会，会当互球入去啊。啊，不过你有淡薄仔着急。手断了呢。连下一点，爸爸。这个就欢喜哎，你这行的呢？叫诶，我娘我娘对。我娘。好来，可啊拍下你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加油加油！卖球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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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粒要入去啊！啊！来，对，卖球馆，卖球馆，卖球馆往前面。来，过来，继续，哎！找到来。好。总算会当伫咧相片顶面啦。嘿，我给你欧调。走落来，哇！观众朋友来挑战啊！2个人一组，30秒，入去一粒就过关，摕红包啊！我算个3哦，1、2、3。后边来。白色头衫的哥哥来欢迎。自我介绍一下。我住你高雄镇边的。哦，安怎称呼？陈先生。陈先生。来，我我是某。哦，安尼无问题啊啦，只要一粒入去就过关。好，有信心不？有。加油！可啊，拍下你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30秒一粒。哎呦！你莫家己算啊！来，这边。多谢。安尼就是上欢喜的结果啊！你嘛公赢倒转来，观众朋友嘛摕到红包啊！收落来，大家欢迎第2组，欢迎这条大路探台湾。大家好，我是这条大路探台湾的主持人哦，我是阿良 ，A.K. 地府大人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勇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婷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文。这条道路探台湾就是咱的节目的名啦。咱是咧小解讲咱台湾行的这个文化路径。像阮的2个是行无同的路线，阮这组是行台湾文化。台湾文化是1871年一个英国的摄影师叫汤姆森来台湾去翕无同族群的相片，包括了荷兰人、客人、西拉雅甲大布朗的文化。是一条会当认捌咱台湾无同文化的路线。啊你呢？阮这组行是水文化，这水文化就是讲主要在讲，其实台湾哦含水拢真有关系。啊，我为这个大江大海国家公园出发，沿着这詹文溪的水路，一路走去玉山去，就是去探查这条水路，来找找台湾水文的源头。啊，恁是敢是主持节目才熟悉的？我其实应该讲是，阮2个是5、6年前，阮拢是剧团的演员。是。而且阮都定定做伙搬戏啦。而且阮2个佫是这个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演导员，咧搬戏个倒啦，所以讲阮2个是全台湾唯二的演导员哦。
丁甲阿文，恁是同组的嘛？伊的心内有一个老灵魂。哦，伊即摆讲一寡台湾的俗语啦，吼，讲一寡笑亏，拢介歹笑，是讲有一届二老人啦，吼，讲要提醒我讲迄石头会 good， 爱注意，伊就讲阿文注意哦 ，I feel good。你 feel 了这个戏剧迄个节奏，这是笑话，无好笑哦，无好笑。啊对，对，伊个会晓生一项足厉害的乐器。什么？就是爱足老班的人跳的。做老板的。我耍的物件拢做老板的。是什么？我迄个乐器叫做马头琴，蒙古的乐器，台湾较罕咧看。那你是不是爱表演一段，互大家看嘛？好，我今仔有准备，马头琴以外，我阁会唱蒙古的迄个呼米。呼米，什么是呼米？呼米呢，就是蒙古的人以前咧甲天地对话过程当中，发展出来一种唱歌的方式。哇，那一定要听看麦啊！来，大家帮我下嘴嘞！我家己好像就是当时古早时代，是不是老灵魂？而且互规领呀陪好像就伫咧山顶。你头拄头一个声音，好像就是一个动物鸟啊，是鸟啊声，对不？对对。鸟啊，你敢会当过一届？我单独来唱一届来听。这是用嘴哦？无嘞，你头拄以为是马头琴吗？还是伊的嘴发出来？超厉害！哇！超厉害！我想讲，我这边头琴的声真特别咯。那这个赞哦，这个赞哦，这是你太过单纯啦。因为不过这马头琴嘛是会当发出无共款的声音对吧？对，因为马头嘛，所以一定会当模仿马仔咧叫的声。马仔咧叫？你想看呢？哦，我知影，来，你讲一届，啊，你甲伊配合。好。因为马头嘛，所以一定会当模仿马仔咧叫的声。马仔咧叫？你想看呢？哦，我知影，来，你讲一届，啊，你甲伊配合。好。吹了朋友，迄刷来就是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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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咩来啊？较认真的啦。敢有啥物其他的动物的动物的声音你会当？我会当模仿牛的声、羊仔的声、啊蠓仔的声。哎呦，蠓啊！就是要该拍落去。嘿，啊牛咧？牛的声用我的迄个拿喉来模仿。哎呦！哇，这只牛嘛是200岁啊！这是牛魔王哦，无啥物气啦。啊羊咧？羊仔声。哎呦！哇！以早伊就
就是模仿动物啊个主人的声，慢慢演变出来一种所以观唱歌的众朋友方式。。若是咧看恁主持的节目，听到一寡迄动物的声，莫怀疑，拢是伊咧叫，是伊因两个人带来遐尼精彩的节目，啊，恁两个咧，阮嘛有传，传啥阮要传这小条啊，人家龟。哎呦，一定就精彩，来，做伙来欣赏。嘿嘿。哎，哈，有变态，有变态。报警。伊人看袂落呀。是刚好没到生气呗。我是叫你演戏互伊欢喜，不是叫你伫下面头前洗身躯。真趣味，真趣味。咱做伙来看因要来幸福的戏剧行秀。哦。哎，谁准备这个礼物？一开始吼，阮4个人的礼物拢超袂白，尾仔阮先拍一场了，拢无分胜负，阮是用抽考的。是啊。哦，抽签嘛，较简单。抽签安尼。啊，这是上但是我上介。哦，怪真欢喜。好，啊，今日做伙把这幸福的摸回去，好不好？好，马上来进行对白求团成。两个人用头壳遐的杯啊，小对白来团乒乓，1分钟以内拿粒乒乓入去，就成功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这个爱打这健康点嘛哦，哦，这足痛的呢，真正足痛。为着幸福咧，这无算啥，而且这会当互你越来越健康啊。是。啊，恁安怎分配？阮两个阮两个哦，先关卡吧。哎呦，啊是安怎无夫妻对白这种画面呢？敢是无啊，无啊。系啊，我袂起来啦。好，咱做伙来看恁练习的过程。哎，啊你太来？好康的啦，要载你来佚佗啦。你也无啊，载我去，我今日驾车，你专工来给我载。当然的，这应该啊。啊，是要佚佗啥货啊？你家看。对拜求团成，啊，啥意思啊？啊，就是先对白，对白了，唔知会当团成。人对白是前后末之间的对白呢？无啦，唔是甲你啦，我甲你讲真情。我就讲笑，咱两个，咱两啦。无咯，好无，无行。哦，这间厝，啊，讲有好康的，好康啊，送亲啊，我管弄啊。你也无啦，你介绍对象我。哥哥来啦！有无？哎，创啥？创啥？我一定感受到你的寂寞。什么寂寞？你看我对你穿衫裤，就变一个。高大少年救援队。对。所以讲是将对我。我半路去甲你扶倒来，来遮。来救援就对。来，对拜求团成。所以咱们来练习。有欢喜无？快点，阮两个。来，传过。你两个看呀，对啊。好。杨哥，你先来。找上远的头一个来。哦，好呀。我给你加油！来，我来！加油！好，等我未走。阿公，我都惊这地界咯。好，来，我袂跳，我拢袂跳。来，开了头，有啊，头个落啊，头个落啊，哈。有啊，我看到球啊。头个落啊，哈，头个落啊。哎，我刚刚有球啊，有球啊是无啊？有啊，我有球啊。哎，来，我
我听到开门的声音，啥？进来坐。哎，你两个，喂。哎，大家好，我今日我和阿成要来练习，来哦，我们要来挑战，要挑战啥？用跳的。你哪一个跳？哎，来，我们再来跳哦，来，1、2、3，哎！哦，两个，加油的好不？我跳吧，跳不跳？啊，你骑哪部等来厝呢？等下，阿成一定能卡，一定能卡，加油！台湾阿成，加油！有信心不？哦！来，这条道路唱台湾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你带穿的迄领衫是？迄天我除了平常时有咧演出以外哦，我有咧做一个工课，就是这件衫真的迄落。你叫我量是伊穿还是你穿？这个公司的名名当面哦，我若主持伊若拄着袂晓念，伊就安尼塞印个。你念，救者。我讲伊足轻松的啊，就两包。伊就只需要呢，就是迄落。高级少年救援队。对啦，啊，我是迄个队长。所以你敢救着啥？哎，救着因两个啊。因两个啊。嘿，少年的。是救阮落地。啊，所以因两个等下要对摆安尼。甲因两个因会安尼斗。哦。看起来。嘿，看起来。这个工课真伟大啦！啊，准备好未？好啊。好，啊为阿丁拍拼哦！来，加油！这条大路趟台湾，请就位。对摆球团成，请开始。加油！来哦！看恁徛伫个高架顶面，敢会哎呦！水，站！哎，速度加快！差价，来，不要紧，只有1分钟的时间来，能量。来，我根本因拢袂听。系啊，我嘛是安尼感觉。你即摆袂好听，3粒。来，加油！哇，真厉害！几秒？来，够30秒！加油！4粒！顺！4粒！高存2粒咯！加油！来，稳啦！最后1粒！5粒啦！7。等下。这讲真正会听。你试过吗？你会当亲试过吗？咱来睇下。表情看起来一点仔拢无听。我是不是就简单嘞？拢把你喘气。来，你试看卖。这里哦。我只是真是想要甲你回信的，就这样。而且我有问过啊，袂当穿这个尾啊，红你啊。哎，恁这就厉害呢。系啊。就听。哎，恁两个足搞诶。我都没打，我人自己吹。所以我观众朋友挑战。对，两个人一组，30秒以内2球成功，就做伙摕红包。我算到3、2、3。来，这两位妹妹来，做伙来，耶！水姑娘。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文如，我住高雄。哦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贵珠家，我住伫高雄遮阳。哦。啊，恁两个人敢有熟识？他都我熟识啊。他都熟识哦。来这交新朋友哦。系啊，成功来真好。好啦，啊，祝福恁今日会当甲红包摕回去。对摆球团成，观众朋友挑战。加油！来哦，30秒，30秒来攻球。再给。来，这里。球到啊，球到高啊。电头。过来。
2球就好啊，2球就够啊。会使，先过，过来，你不这厉害，你加7、8，听到要死，没事，哎，你，就听。因摕到奖金，啊，不过心情只有听。我本来俩阵，伊会讲，哇，我成功啊，我得到安排哦，听甲袂死，太惨嘞，好，多谢，多谢，恭喜哦，再来欢迎第3组，欢迎大手小胖胖，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阿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兄弟小弟。大家好，我朋友叫我阿妹，嘛是兄弟。两位兄弟啊，今日来就阮的节目，应该会无啥物所在，互恁无欢喜吼。无啦，莫误会，阮是兄弟，毋是兄弟人。透过遐尼歹是要做啊？我你迄个够烧声。所以恁2个人是阿家好兄弟。好兄弟，小师弟，十当以上的好兄弟啊。啊，你是安怎会好这名啊？你讲肉色小棒棒。对啊。因为哦，我正职是卖肉色饭的，这2位吼拢是我足定来的人客。哎呦，我就是讲，啊，这2位就是我的员工。请袂起啊！这有可能中昼顿有可能拜去啊。一定足好食的哦，食到变好朋友啊呢。啊，为啥叫小棒棒的？因为因伫阮店拢有留下一寡记录。哦。安怎讲呢？这位呢是即马有史以来开店35档来食最上济碗的。上济碗。4碗大碗的。哇！伊刚刚4碗开一盖一顿尔，4碗大碗，伊搁加一个鱼皮汤，搁有白切肉，搁有3项小菜。那有讲我拍到真晓的呢。诶，我无法度食到4碗遮济啊，但是啊食2碗就饱，非常之好食。听伊安尼讲，咱拢饱都枵啊吼。对啊。我有听到恁的心声啦，所以我今日有准备肉色饭来到现场，然后主持。哇！这内行的。我甲你讲，这肉夹肥嫩，安尼看起来都超好食的哇！介绍者，这有啥物特别所在嘛吼？哦，这特别所在其实哦，迄饭饺的时阵偏着一点仔油葱味吼。上重要就是红葱头落去做欠芳的动作，哦，所以在饺的时阵就会偏着迄个味。啊，上重要咧，足侪物件拢是台南的原物料，吼，亲像油葱酥，阮就是用客家部分的，吼，台南拢是在地的，即个吼猪肉店，吼所卖的。继续讲，哦，开这间店的所在，台南市安南区啦，安南区这个所在，啊，这个所在嘛是这个文化足巴地的一个所在，我要转袂落啊！恁3个人是熟识偌久啊？想讲感情较好？熟识20几档，20几档，啊，片上嘛片上20几档。啊，恁做伙时阵做啥物代志？阮做伙时阵拢会做写歌啦。我感觉你有淡薄仔无尊重哦。安怎讲？你一直甲伊问，啊，然后你一直食。啊，因讲话你嘛无咧听。好，我甲你讲，这是伊煮的嘛。我若无食完，对伊才是无尊重啊。啊，不过你哪食人咧讲话，你爱哪听？我听，是20年啊。对啊，未讲完你就叫伊卖讲拍灯啊！我讲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讲，阮朋友其实写歌无足厉害，但是伊的交际应受足强。几档哦，有一个足好看的节目叫做《大嘻哈时代》，有无？哎，足有名个，拄啊2届的冠军拢甲有关系。哎呦，拢是培养出来，你看偌厉害咯。哎呦，我一个算是我的员工啊，啊一个算是讲因迄规团拢是可能我一开始是我传出来啊。对啦。啊，我以后无够哦。伤汉嘛啦，人是配饭，啊你只有食肉酥。我拢唔食。你想到要甲人拍灯啊？人讲到一半，我安尼都是无想要影响到伊啊。上主要的是哦，因拄则讲因会要写歌嘛。啊，既然我爱袂食，啊唔是，既然恁真罕咧来做节目，恁就表演一段互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好，会使哦。好，谢谢。
身为老咱的台南人，通常衣裳比较早，赶紧赶快对我来去菜市呀。目睭开开，角色嘛是迄几搭，先来做菜单的阿送，要菜头唔来送，葱仔哥兼要甲我介绍吃啊。这句话对伊拄嫁翁。讲到即摆，手头抱着第二个孙仔，拢要开始半下。敢要小行？款表会，准备做工课。首先拄着隔壁头家，先拍一支粉来熟悉一下。出国阿妹啊，问我敢要品两杯，粉食了再来讲工课。我讲歹势，要去后回。看好镜头，准备来去摘银子。各位朋友啊，欢迎来到国华街。我咧，故事拢伫咧国华街啊！真厉害呢，这你敢写的哦？对对，这条歌叫做国华街巷，就是阮大汉的所在。迄当时咧，阮大机开设一个工作室伫咧国华街内底。嘿啊，所以阮拢伫内底写歌啦、生活，甚至有人伫咧做工课啊，所以对这所在有感情，所以我想讲拍算写一条歌来加纪念一个，伫阮心中记忆安尼。心中有规定啊。其实20多年啊，你书底下一定就小听的对吧？无问题。有啥物故事无？哎，跟我啥物故事？阿爹食酒醉，然后去互因某足受气，甲伊锁伫咧门外口，歹互入来。哎呦，我人没是拢，因为你啉酒醉啊，你啉酒醉啊。我半暝啊接到电话，随去招朋友然后甲关倒去因兜门口然后甲因某拜托，因某开门互阮入去。哎呦！你是安怎拜托的？因为我可能有淡薄需要。你讲啥？你想好是我乖的话靠，上来讲我无路用。为啥一个人老人底下目屎的啊，好可怜的安尼，小燕子的啦。哦，燕哦，拜托啊，里面啊，我手下这个高里面。上重要的时间，阮拢爱记的。是，人生遐尼长吼，不管是快乐，还是悲伤的代志，拢做伙去面对。那恁今日想要爱幸福咧是啥？大家一定就好奇的。咱做伙来看。沙毒。但是咧，我的烫树是做有够用的因为我平时拢较欠长内度啦。但是咧，阮朋友莫看伊安尼看起来足粗勇，伊的内心亲像查某人共款。买衫，无咧烦恼迄个计数的。烫树内面永远拢减一领衫。拢减一领衫。伊较要伊的是啥？烧水甲伊招纹，一领外套，红的、青的、蓝的、黄的，拢爱买。包色包款。今日就做伙加油，好不好？对，好。好，来，马上来进行我斗你出头。两个人合作，甲乒乓倒入去头壳顶的杯啊，拢总有20粒乒乓，内底杯啊入去4块就成功过关啊，有2届机会哦。哇，你这摆造型真适合你呢。是安怎是伊出头？因为阮迄个时咧练习的时阵你等的过程当中，我想若等上悬，有颠倒较袂入。但是伊徛伫这位置的时阵，颠倒就到了过关了。颠倒拄啊好，伊到地震会啊，关注安尼等会拄啊好。无对无，安尼看起来嘛是拄啊好。对，伊除了甲阮爬关。对，咱做伙来看恁练习的过程。敢知影阿姐找安怎创啊？我唔知呢。无找到这要紧着。你把家己问看卖啊？行，你把他问看卖。喂，来啊你。你是找阮？找到这要紧，看你伫这耍手机啊！我讲啦，通常找恁来是有好康的、好料的，要传互恁食。我今日透早伫阮兜的桌仔顶看到一张纸，是，我一很快撮一条啦，罚单，就是这张公营倒转来的我斗你出头，你斗我出头，是咱斗你出头。哇！对啦，我们所以出头的人最重要。你出头才赢坐起来，我这个头互你出的。我上悬啊，你安尼等起来无方便呐。咱今晚来试看卖，来试看卖。你是安尼呀？来，安尼个是变紧啊，安尼剩100公。好，我知。我恁小。操！哎呦，咱的烫树。你爱耍，你是要爱耍？卖
哎呦，啊，我算啊！我吹了。来，即马是土特工的面头前来见证，咱到底会当投入几粒啦？来，准备好了，来开始算时间啦！即马开始要来，第一粒就无入去啊！哎呀，慢算啊！是为着互咱的乒乓弹了更较准的，所以阮买扳指球来提高咱的准度。来，你看，再继续做。这个大。就提高咱的准度，已经开买1000啊，安尼趟数可能唔免啦。看起来咱认为阿兄的准度，这时候加强一下。哎呀，面对任何挑战，咱就是尽力甲完成。若是无法度完成，咱就继续唱咱的歌。咱拢建伫台南舞乐方面，其实世界咯。我若唔来会晓写过人，人殊荣，共兄弟，上拢讲在艺术是每一观念开放，遐真重的希望写出各用责任力量，把手小放盘。烫树，稳嘞，够行。看两个他这个表现哦，可能哦。哎呦哦，够真是嘞！对啊。不过我有小可感觉，恁好像就是咧欺负这个兄弟呢。你讲有嘞？有吗？你是不是有淡薄委屈？小嘛不止小可啊，我感觉不是小可，哦，感情真好啦。对啊。而且在影片的最后，佫有唱 rap， 嘛是为着这个幸福咧写的，对无？而且你要相信，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。所以等呢，恁的比赛才会当真顺利。对哦，准备好未？好，来，把手小放盘，请就位。我投，你出头，请开始。开始哦！来，最后，来，我来讲第三粒啊，第三粒。哎呀，差一点嘛。退啦，会使哦。哎呀，lucky 啊！我哋乒乓界的迈克尔，加油！哎呀，冇拔到呢。哎，这个好歌，这个好歌。就系得哦。哎呦！拍着来。哎，拄只。拍着来。哎，拄只。第一粒就是好运，第二粒就是画技术。好来，我三地杯啊，三地杯啊。你卖当啦，你卖当。好，你卖当。小弟加油啊！瞄准者。来哦！哎呀！你较低。向前试。高能量，小弟加油！哎呀！来，过来。加油！够气啊！小弟。哎呦！小弟加油！最后一粒。小弟，够能量。够能量。来，你卡头舞咁咩？你背起来踹，会使哦。好来。卡头舞背起来踹姐。来，小弟。哎呀！有啊！无，爱死地不要这样。来，真可惜，无成功。来，刷落来，这个是上辈的挑战。我来投。啊是上来只，拢伊出头，赶快是伊出头。上济啊，高伊出头。那你是希望伊卖叮当，还是希望伊爱去接球？我感觉伊卖叮当。好，卖叮当。我投你出头，第二届挑战，请开始。无限时间哦，豆来哦，上过大力。无超过线啊！加油！我差3粒。记住机会。哎呦，体力考试困难。无够啦。老板出来者。对，较冷静的，重新来一届。哎呀，对头啊，较轻的。超稳的。到底。哎呀！来下一把谁？来哦！够少2粒。来，最后一球，为着你的探数，
继续加油。豆豆来较稳的。哎呀，唔对，哎，另外唔是康，唔是康，唔是康哦，啊，唔是康的。剩最后4粒，一定成功，要有1粒才会过关哦。加油！来，哎呀，不是这康，唔是康，给我1粒的手头，最后1粒，加油，最后1粒。最后1粒，加油，最后1粒！真可惜失败啊！哎，这无简单呐。虽然讲无成功啊，啊，不过真正感觉出来，恁感情就好。我是真难得罪方面感受的，真正看得出来，唱就活点。我想到细汉时阵无交功课，互老师罚遐处罚。对，哦，真正足可惜的。啊，收落来，都换观众朋友啊，好不好？观众朋友，共款2个人来挑战，20粒乒乓，入去2块杯啊，就过关哦，就会当摕红包。来，我算到3，1、2、3。来，这对，系恁2个对。第二排，欢迎。恁2个人坐伫边啊，是敢有熟悉？不认识。啊，无熟悉哦。叫十三。自我介绍者。大家好，我叫阿泰。阿泰。我是阿哥的粉丝。阿哥的粉丝，阿哥的粉丝哦。真好，真好。我叫嘉丁啊，大伫高雄。嘉丁啊。啊，你是谁的粉丝？是你的粉丝。哇，多谢多谢，我拢有来看。哇，足感动的。你自细汉看你大汉的。跟我安尼讲。差不多意思嘛，对不？对啊。OK 啦。啊，恁头拄有讲2句话嘛？啊，最后决定是谁投？我出头，你出头。哎呦，我投，你出头，观众朋友的挑战。来哦，无限时间哦，无简单哦。大家来，无限时间这康就是我拄则无你没讲。1粒就过关。恭喜到登啦！啊，事实证明，这游戏嘛无讲介困难啊。我想等你 Q 迄2个，我再你个点一届。无法度甲这查图查转去啊！你有啥物拍算哈？不要给他刻名城宾馆了啊！无，今单独哈德。好啦，感谢你，后盖再过来哈。多谢。哇，相信今日大家拢看到，咱公司的主持人哦，真正足厉害的。有人会晓下这马头琴嘛，有人会晓人家鬼啊，有人会晓编 rap， 是不是爱拍破一个？但是这种遐尼做好看的节目，爱观众朋友多多支持，好不好？是，当然啦，上重要的是要继续收看《公营到登来》，拜拜，多谢。